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7天，4月4日，題目：耶穌的第二個試探。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，叫他站在殿頂上，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對他說：經上又記着說，不可試探主你的神。馬太福音4章第5至7節。魔鬼將耶穌帶到聖城，企喺殿頂。聖殿矗立於聖殿山上，極其宏偉，比起今日嘅金頂建築物更係高出一倍，傲視整個耶路撒冷城。試諗下，若耶穌喺呢回引人注目嘅高度縱身一躍，卻能被天使托住，平穩降下，呢場驚世駭俗嘅景象，無疑會令眾人駭然欽佩，瞬間名聲大噪。呢個正係魔鬼設下嘅求名試探，憑一個驚心動魄嘅舉動換取榮譽與敬仰。魔鬼並冇更改聖經原文，但呢首詩篇本意係呼籲人喺困難中投靠神，以獲得庇護，而非有人主動引發超然保障，迫使佢出手干預。如此行徑無異於操控神，將信賴扭曲成威逼，將依賴轉變為操縱。更耐人尋味嘅係，詩篇91篇稱上主為至高者，而此刻魔鬼帶耶穌站喺殿頂，正喺至聖所上方。呢一刻實在係主客移位，試探者站在至高者上方，地理上比至高者嘅位置更高一籌，而且仲強制上主執行佢嘅指令，可見企圖係相當狂妄。耶穌清晰地睇穿呢個試探嘅本質，就係一條迅速成名嘅捷徑，係一種企圖將至高者降服於人意嘅行為。佢堅毅地回答：不可試探主你的神。申命記6章第16節。耶穌不為虛榮所惑，不為挑釁所動，佢選擇咗信心與信服，拒絕咗耀眼嘅捷徑，並斥責咗嗰位試探者嘅狂妄之舉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耶穌拒絕咗呢場求名嘅試探，因為佢深知天父先係宇宙萬物嘅主宰，人當謙卑順服喺上主嘅權柄之下，而非任意妄為，迫使神以神蹟滿足個人嘅榮耀。第二，即便呢個舉動能讓佢一舉成名，喺最短嘅時間內吸引眾人嘅目光，耶穌卻明白真理無法因榮譽而妥協。任何為了個人名聲而犧牲真理嘅行為，都將偏離神所定嘅道路。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願你將耶穌嘅價值觀深深印刻喺我嘅心中，使我亦能宣告，天父係我生命嘅主，佢擁有我生命嘅主權。我當學習完全信服於佢嘅旨意，不論未來面臨任何試探，求主賜我智慧同勇氣，讓我能堅守信念，高舉天父至高無上嘅權柄。阿門。